做親乜老豆阿媽都唔明，又話我做人冇目標，究竟要點做佢哋先會認同？喺青春期間咧，面對住讀書、人際關係同埋成長出路嘅壓力咧，青少年嘅內心會好多衝擊嘅。父母好容易誤解咗呢啲心理同埋行為嘅變化，甚至質疑仔女嘅獨立思考能力。如果家長能夠理解仔女嘅心理需要咧，對症下藥，作出指導，可以幫助佢哋開發自己嘅潛能，揾啱人生嘅發展方向，跨越成長嘅挑戰。DSE 畢業生升學選擇眾多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幫助子女選擇最適合嘅出路呢？了解唔同升學途徑嘅課程內容、入學要求、就業出路等等嘅數據當然重要。我同時建議家長多行一步，盡早協助子女了解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，制定適合佢哋能力嘅升學目標同埋發展方向。其實好多青少年人每日都機不離手，中意透過社交網站去分享生活嘅點滴，喺通訊嘅程式同朋友去傾偈。但係佢哋其實傾緊啲乜，諗緊啲乜，家長好多時候都唔了解嘅，兩代就容易產生誤解同代溝。與其自己估下仔女諗緊乜，倒不如用開放嘅態度走入青少年嘅網絡世界，適當咁運用社交網絡去促進親子嘅溝通。